嘉义是咱台湾种仙草第2大产区，其中红骨仙草是最上香、真有特色的农作物。为了让民众认捌在地农产品，乡公所举办食农活动，让大人甲囡仔烫赤脚，做伙来体验。大人甲囡仔伫田内底，生甲规身躯拢是土鳢。为了要让民众接触自然环境，嘉义县水上乡举办认捌仙草的食农教育活动，不但带民众认捌仙草，阁互大人甲囡仔伫仙草田内生土鳢。没有遇过啦，然后也没有玩过，就是让小朋友体验不一样的。虽然是做垃圾，不过因生甲做欢喜的啊。好不好玩？好玩啊！水上乡公所指出，这是台湾第2大产区，而且拢是用友善的方式种植，所以除了教民众认捌仙草，嘛传达友善对待土地的重要性。种仙草上好的时机点就是伫咧3月中旬到4月初，嘛要互咱透过这个机会，互咱做侪大朋友甲小朋友会当知影讲吼，土壤台湾的土地是吼生育我们的一个土地。有囡仔知讲这仙草安怎去种啊？伊的这个产地吼伊的来源是安怎？吼会使互咱吼这个囡仔吼会使愈来愈对咱这个生态环境来对更有一个帮助。身躯浸伫土鳢内底，用土鳢粒球来比赛。囡仔的面虽然拢是土鳢，但是拢笑甲真欢喜。现场的家长讲，即卖囡仔有闲就是耍电脑，也是手机啊，会当有机会感受较早庄脚囡仔耍的物件，对囡仔嘛是一个真好的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